来看高雄公山大庄路透早出车祸，有一个查甫人食酒塞车塞进向去弄到一台乌托摆，佮冲去弄徛家铁门，害这个徛乌托摆的民众送病院救无回来。白色小客车驶真紧，驶过这弯道拢无减速，直接弄向对向这个骑车的人。你不要动哦，你也不要想要开车走哦。警方接报到现场，造成事故这查甫人得到这新闻拢无法度应答，规身躯拢是臭酒味，精神真歹。这车祸意外发生在27透早5点外，现场的查甫人驶车经过公山区大庄路段，弄向对向透早骑车要出门去爬山4线的查甫人，造成伊重伤，尾也送医抢救了后也是死亡。检测发现甲的酒测值超标，涉酒驾且有故意规定驶入来车道之行为，当场逮捕。规台汽车拢已经散了，骑过的铁闸门也拢歪滚下去，就知影当时弄甲实在是有够大力。也这查甫人酒测值是1.17，超过标准真多。就遇到了，就交给司法吧。住伫意外地点附近的民众讲，当地路弯来细去，赛车人若小可无注意，就会发生车祸，也造成事故这查甫人，佮毋若一摆啉酒赛车，警方现场甲人抓起来，要求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检方侦办，并且检车归押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